胡夏今日喺香港舉辦簽唱會，即場獻唱大熱歌曲《那些年》。佢同埋歌迷玩遊戲，有女歌迷打扮成唔同嘅造型，同埋偶像公開表白，令到怕醜仔胡夏不知所措啊！我喜歡你，真的喜歡你，希望可以跟你在一起。胡夏話：第一次喺香港舉辦簽唱會，覺得好緊張，認為香港女仔好熱情。咁你中唔中意香港女仔先？喜歡啊，就是沒有辦法聽懂，因為我之前在永康哥的台北演唱會上，他有讓我去，就是跟台灣女生講話，他說香港的女生講話我會聽不懂。